大家好，我係李日豪，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今日係2025年嘅12月10號。美國貨幣流動性係宏觀環境嘅關鍵因素，流動性改善同埋增加信貸嘅環境，進一步支持2026年穩健嘅名義經濟增長。雖然我哋預期高於目標嘅通脹將會限制美國2026年持續減息嘅空間，但係較低嘅政策利率同埋更寬鬆嘅流動性環境，可能係週期性嘅順風因素。投資組合方面，要保持投資多元化配置同埋捕捉週期性嘅利好因素。盈利報告同埋企業調查都顯示，美國資本開支增長有望喺2026年達到新高。10國集團嘅資本開支亦都普遍受惠 AI 相關嘅基礎設施投資。我哋認為市場流動性改善、名義 GDP 增長穩健同埋上游需求強勁，將有利同天然資源相關嘅週期性金融資產。近年市場對私募信貸嘅憂慮日漸增加，我哋仍然未見到廣泛嘅惡化明確信號。我哋繼續認為可承擔嘅非流動性資產風險同埋符合認購條件同埋資格嘅投資者，仍然可以喺投資組合當中配置私募信貸資產。但係我哋預期呢一類型嘅資產類別表現分化將會越嚟越顯著，所以我哋強調選擇基金經理嘅重要性。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